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本我好中意嘅書。喺開始之前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快樂嗎？喺呢個充滿變動、壓力同埋唔確定性嘅時代，快樂似乎變成一種奢侈品啊！我哋成日都覺得要等事業有成，等關係圓滿，萬事俱備之後先可以真正快樂。但係如果有兩位看盡人間苦難嘅智慧長者話俾你聽，喜悅其實係一種可以隨時取用嘅內在力量，你會唔會有興趣聽下呢？今日要分享嘅就係呢本溫暖、深刻又充滿力量嘅書《最後一次相遇，我們只談喜悅》。呢本書嘅作者陣容堪稱夢幻組合啊！一位係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，另一位係南非嘅自由鬥士圖圖大主教。呢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係跨越宗教同埋國界嘅摯友。書中記錄嘅係佢哋喺達賴喇嘛80歲生日嗰陣喺印度達蘭薩拉進行嘅一場為期1週嘅對話。佢哋嘅目的只有一個：回答點樣喺無常嘅世界中揾到恆久嘅喜悅呢？你可能會諗，呢兩位聖人喺度講喜悅，會唔會離我哋嘅生活太遙遠啊？一啲都唔會啊！呢本書最震撼我嘅一點就係佢哋從來都唔避談苦難。達賴喇嘛經歷咗流亡，圖圖大主教對抗過殘酷嘅種族隔離，佢哋嘅人生就係從巨大嘅痛苦中走過嚟嘅。因此佢哋談論嘅喜悅唔係一啲天真爛漫嘅快樂，而係一種飽歷風霜之後依然選擇擁抱生命嘅深刻平靜。書中嘅核心觀點係，阻礙我哋獲得喜悅嘅人唔係外在嘅苦難本身，而係我哋面對苦難嗰陣嘅心態。佢哋分享咗好多動人嘅故事，譬如當佢哋問及點樣面對悲傷同埋憤怒嗰陣，佢哋冇俾啲乜嘢高深嘅哲理，而係好似兩個調皮嘅老爺爺咁樣喺度你窒下我，我窒下你，又喺度大笑，然後坦誠咁講，其實佢哋都會感到悲傷㗎。但係佢哋學識唔讓呢啲情緒佔據自己嘅內心，佢哋讓我哋明白承認痛苦係走向喜悅嘅第一步。呢本書係一本喜悅嘅使用手冊啊！書中最實用、最精華嘅部分就係佢哋提出嘅喜悅嘅8大支柱。呢8大支柱分為4個屬於心智，4個屬於心靈。屬於心智嘅4個支柱係觀點 （perspective）。學習從更闊更廣嘅角度嚟看待事物，甚至喺困境中揾到意義。謙卑 humility， 認識到自己嘅渺小，反而能夠讓我哋喺自我中心嘅焦慮中解脫。幽默 humor， 學識自嘲，用笑聲嚟化解僵局同埋痛苦。接納 acceptance， 接受現實本來係乜嘢樣，而唔係執着於佢應該係點樣嘅。屬於心靈嘅4個支柱係寬恕 forgiveness， 釋放怨恨唔係為咗對方，而係為咗解放自己。感恩 gratitude， 將焦點從貧乏轉向擁有，你會發現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富有。慈悲 compassion， 當我哋將注意力從自己嘅痛苦轉向幫助人哋嗰陣，自己嘅痛苦反而會減輕。付出 generosity，慷慨給予會帶來最純粹嘅快樂。呢8大支柱就好似8個可以隨時練習嘅心靈肌肉。書中為每一項都提供咗具體嘅練習方法，等我哋可以將呢啲古老嘅智慧真正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面。閱讀呢本書嘅過程本身就係一個享受，你好似就係坐喺佢哋面前睇住呢兩位智慧長者，一時喺度沉思，一時又喺度大笑。好似細路咁樣，大家互相鬥嘴。佢哋嘅友誼，佢哋嘅真誠，同埋毫不掩飾嘅脆弱，都讓呢本書充滿咗溫度。書中唔單止有佢哋嘅對話，仲穿插咗好多現代神經科學嘅研究，從科學角度驗證咗慈悲、感恩呢啲練習係點樣真實咁樣改變我哋嘅大腦結構，等我哋更加容易感受到幸福。讓呢本書嘅說服力跨越咗宗教同埋科學嘅界線。佢話俾我哋聽，喜悅唔係一種神秘嘅天賦，而係一門可以學習嘅技能。總括嚟講，呢本書最後一次相遇，我們只談喜悅，係一劑心靈嘅維他命啊！特別適合感到迷茫、焦慮或者對世界有啲失望嘅你。
佢係一張通往內在平靜嘅地圖，話俾我哋聽，喜悅嘅源頭其實唔係好遠㗎，而係喺我哋嘅心入邊。佢更加係一個溫暖嘅提醒，提醒我哋真正嘅喜悅唔係免於苦難，而係喺苦難之中，我哋依然有能力選擇善良、連結同埋愛。如果你正喺度揾一本能夠帶來力量、智慧同埋深刻感動嘅書，我強烈推薦呢本書俾你啊！佢冇辦法解決你而家面對嘅問題，但係佢可以改變你看待問題嘅方式。希望今日呢個書評能夠為大家有所啟發啦！我哋下次見。